这是海洋之声广播电台1506.25千赫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田豆酥。伫即个冬尾时啊，寒天冷叽叽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恁会寒袂？今仔日咱要紹介即首歌曲《霜風雨水百花開》。这首歌的曲牌是歌戲調的金水仙。聽講金水仙和白水仙三盆水仙，攏是早期藝人杜漢所編寫的。無即句，咱就來收聽由廖輝鳳的弦仔甲王明美所唱的《霜風雨水百花開》。寒天霜風冷吱吱，冰冷雨水佇目前，霜風雨水過境。花再開是春天，哎呀是春天。人講田裡甘水會過冬，閣較困難的日子，咱攏愛喙齒緊咬咧，徛停接受挑戰。閣較艱難的日子，真緊就會過去啊！人生敢毋是一路攏是咧挑戰？是講歌曲內底百花哪會唱做百花呢？原來百花是百花的讀冊文音，有即款現象是咱台語的特色哦。聽講通常是為着要展現文學的程度，歌詞就攏會安尼文白音套絡做伙。今仔日咱就講到這。佇寒冷閣落雨的暗暝，毋望我親愛的聽眾朋友，大家穿好小，毋通去寒着哦。期待後日大家閣空中再相會。